老师平安，平安，门前平安。观众朋友食饱未？今仔日吼无搁讲牛啊，对无？咱的牛，讲要甲观众朋友考试哦，后一摆来考一个试吼，年底的试吼。所以咱今仔日毋是牛，咱今仔是狮仔，大家怎看会清楚？老人好无？咱今日要讲老人。是讲要讲老人哦，但是因为找无较好的图啦，我用这啦吼。今仔动物是迄个狮仔对无？咱摇看觅啊，看有人摇会着无吼？咱今仔要讲什么故事吼？即阵要讲老人，跟少年人吼。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较当下。是老的老布丁吼，少年的较当下哦。这我看了念几啊摆拢袂晓念。老的老布丁，少年较当下。当下其实兄吼，即阵的人较少咧讲。较早是常常咧讲啦，因为你若惊一条叫做兄起来吼。你若讲上济就是细汉婴仔，出世婴仔吼，伊咧困的时，拢安尼无中伫安尼踹一条有无？安尼踹一个，迄款叫做兄。好，安尼叫兄。所以讲较当下，少年的较当下，意思是讲，较无在大，安尼小一个声就有反应人讲一个囝，伊就生一个囝，迄个意思啦。不管好啊歹，伊就拢听当作是相信，做骗的就对。做骗，惊到要害。这我定定用的吼，什么当下，甲囡仔当下，敢会当安尼讲？我甲囡仔当下。毋是，无人安尼讲。无安尼哦。无安尼。无安尼。你家己调起来叫做兄吼，兄一条，就是调起来迄个囡仔调起来迄个动作叫做兄。迄个动作叫做兄。迄个动作对。就是较袂定安尼吼，无我是定定甲囡仔吓惊啦吼，甲因喂，甲因讲你啊安那吼。这个吼，这是一个电影对无吼？这个电影，另外遐少年的吼，安尼美术像咧做牛安尼啦吼，叫做做臭屁的吼，还是讲臭屁的款，做遐歹啊，做臭情啊。老的老布丁吼，因咧西部的电影咧开情的时安尼情节啊，蹦蹦蹦。少年拢毋是个对手。以前定定演吼，拢迄个一堆人围一个人啊，迄个人个老神在，来最后赢的是迄个老人对无吼？所以老师特别写出来，因为老师。即句话吼，我特别用了嘛是写，因为要读的时吼，老的遐有两个双联话，你注意看吼，两个双联话要安怎读？本地咱老就变音个老的，毋是安尼读嘛？咱即摆迄个袂使讲咯，讲老的。双联话后壁迄个字一定爱轻声。话两话爱。后壁迄个就轻声，轻声就讲安尼就好啦。头前迄个字莫变音，所以叫做老的。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，共款咯，少年的。少年有哪轻声，少年的较当下。少年。所以。用罗马字个会当写出你要安怎读，若无安尼写吼，你安尼你要读着较歹读，伊毋知影当时要读轻音。是安尼。当时要变音，当时无爱，所以写出来就足好读。所罗门王，阮今日要讲的故事是讲所罗门王死后，伊个囝罗破暗吼，罗破暗咧罗马字圣经吼。台湾话圣经写罗破暗，明明是罗破安，对啊，罗破暗，因为吼是英语吼叫罗破暗的音较成。那像咱讲大卫名大卫，是毋是爱讲大卫？其实圣经讲大笔，为什么讲笔？其实卫甲笔无关系啊，因为英语的 David， 迄个 David 甲大笔。共音之后，罗破暗，
就是甲英语来共面，所以就用安尼做。所以台语是用迄个英语来翻的。伊直接翻过哦，罗伯汉就起来接续伊做王。当时一言之差，就是讲伊讲毋对的一句，伊讲一句话毋对，丧失北方的10个支派，剩南方的2个支派归服伊。伊的国家就分做南北两国，本来以色列是一个国家嘛，就对伊的一句话来分做2个国家。大家要看卖啊，要看卖啊，就是倒一句话吼，互伊迄个啥物10个支派拢10个支派来失踪。叫别人错去。10个支派。好，所以人观众朋友若知影会当写过来哦。有甲伊讲着百姓哦，就是讲即个故事即个圣经要读遮以前，我先讲者，就讲。因为罗伯汉要做国王嘛，要接续因老爸所罗门王做国王，伫事件的所在伫遐要甲伊封伊做王了就对啦。百姓就甲伊讲，即个第4章哦，咱对这百姓，佮加一个百姓，你来清楚。百姓甲伊讲，就是甲罗伯汉讲你的老爸互阮背艰苦的担。你的老爸所下伫阮的苦工，甲重的担，求你减轻，阮就服侍你。这是老百姓要求啦。伊讲你甲阮减轻，阮就服侍你。罗伯汉呢，甲因讲哦，3日后过来见我。百姓就去讲3日后我甲回答恁。伊有哪袂歹啦？伊讲3日后甲回答。我想看卖。伊就等于山上啦，伊就甲迄个因老爸，就是因老爸的老婆遐忠实的老婆遐老人哦，就甲遐老人山上，老人甲伊讲，你若好款待即个百姓，互因欢喜，用好话来应因，因就永远做你的老婆。永远做你的老婆，你要用好话应因哦。这是老人的步啦。伊听讲，毋好哦。咁安尼，我做国王呢，我要搁用好话讲，我应该用歹话分惊甲对啊。是民主要转去对。互因会当听甲对啊。是毋是安尼想？所以总是伊拒绝老人所互伊的计策，甲遐个行伫伊面前，甲伊平稳的少年人参详。平稳就是讲年纪共款啦。共款年纪的。就是阮即运呢，阮即运呢是几岁？因迄运呢几岁？阮即运呢，即运吼，拢讲平稳的少年人参，伊个少年呢，伊个朋友就甲伊讲话啦，就甲伊讲，好，安尼即个计策我来出。那咱继续读哦。是。第10节，遐个甲伊平稳的少年人讲，即个百姓对你讲，你的老爸互阮背重的担，求你甲阮减轻，你着安尼应因讲，安怎甲伊讲？你着安尼应哦。我会买井较大，我的老爸腰。即句话足真大声。买井，我会买井比阮老爸腰搁较粗。即句话讲出来，即个人拢受袂了。伊煞来讲，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，我要加添恁的担，我要搁甲你加添。你增加的担，搁甲你加添。我的老爸用鞭来警戒恁，我要用吉仔糖来警戒恁，就是鞭的顶悬搁插顶迄个吉仔糖。这真正是足残忍的吼。伊就是足残忍，伊要讲到互百姓惊着，大家拢皮皮喘，使劲来听王的话。伊想讲安尼是对，这是伊讲毋对的一句话啊，搁刷落去个，搁刷来安尼回答，百姓安尼讲。搁刷落去，百姓讲。咱的PowerPoint到遮嘛？对啊。好，无要紧，过看无写出，但是我讲互你听哦。搁刷落去，迄个百姓哦，就讲
伊既然是因安尼，伊就讲，那安尼代表就是讲代表亚西的囝是代表嘛，代表的囝是所罗门。伊讲代表甲阮有啥物关系？那你着去顾你家己的厝，阮要倒转来，阮遐甲阮无干涉，所有百姓着倒转去啊。倒转去以后，当然着反叛。伊就无爱去对因，拢总有10个支派，10个支派就脱离，10个支派脱离以后，剩2个支派，就是犹大甲便雅悯2个支派，然后就继续听罗波安的话，其他拢听亚罗波安，所以叫做北国、南国。咱知影以色列分做2个国家一个是北边，一个是南边。北国叫以色列，以色列有是用以法莲来代表。为什么用以法莲？因为亚罗波安是以法莲的人，以法莲族的，因是犹大族的。不过国王一般拢是犹大族的，犹大族，所以代表传的拢是嘛伊是以法莲，所以以色列也那咧代表北国的时讲，以法莲就是北国的意思啦所以咱知影讲，伊讲毋对一句话，就讲无听老人的话，结果来做作侪代志会毋对。所以咱阁有一个讲，毋听老人话，你会真两倍。对吼，即个是较常听的对无？你会真两倍。听老人话，你会真两倍。毋听老人话吼，所以杜老师有讲杜老师讲，这什么？对。无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是，所以其实是老人是都有智慧的吼。圣经讲白头毛是有智慧的，对无？所以爱加听老人的话吼。伊书华姊妹讲什么？我讲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，我要互恁更较重的。迄軛就是担啦，軛就是担牛担。对。我的老爸用。即文伊咧讲迄个即句话啦吼，因为伊讲的即句话，害迄个10个支派拢无去啊。对，伊讲安尼是对，就是迄句话讲毋对，结果以色列国家有10个支派来反对伊。是，而且吼，我感觉即句话吼，我最爱即句话，伊讲的，我会买在什么？较大我的老爸药。即句话真迄个，免哪讲？这个分家龟吼，那种。分家龟像咱顶礼拜讲一只目屎分甲水有大安尼。对，大家会记咧顶礼拜讲的。是，所以咱今仔要讲的是老的老布丁。老的老布丁，少年的较重遐。讲老的老神在在啦，袂安尼，免听到一个消息，就较紧去做。听到一个无欢喜的，就较紧受气，无快受气。圣经有教世人讲，无快受气，就是老人老布丁的意思啦。你毋通快受气。其实即阵的少年人拢感觉讲，老人的话吼，过时啊，对无吼？是其实我细汉的时，我嘛是会感觉讲，哎哟，爸爸妈妈拢无了解阮即个世界吼。是新的啦，恁拢毋知恁老啊吼，拢迄个毋捌啦吼。其实安尼是毋对的想法吼。其实老人真正是有老人的智慧对无吼？伊考虑较深，也袂像少年人安尼。是，就是讲吼，咱嘛爱继续来加听，是大人啊，无一定是老人对无？是大人。是大人的话吼，好，安尼多谢老师今仔日真欢喜吼。多谢观众朋友我看足侪人起来啊吼，美秋、明辉、淑华吼，都有老师，多谢恁吼，美华吼，嘛欢迎后礼拜一的 AM 吼，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做伙过来讲台语吼，安尼若有朋友会晓讲台语的，你嘛。会当甲伊介绍即个节目爱甲家己按赞一下吼。因为今仔日咱拢毋是老人对无？但是咱拢有智慧吼，
免做老人较有听老人话啊。是拢有来听老人话，听林老师的话，咱来听上帝吼。圣经是上老的话对无吼，上有智慧的话。啊，欢迎观众朋友会当来就近你的边仔教会来认捌上帝拢好。安尼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，多谢老师，谢平安。